今日係2025年4月7日，元洲村嘅辣杜鵑一樣係咁樣盛放，同前幾年一樣係咁靚。而家帶大家去睇一睇個長廊嘅美景。長廊嘅上邊一片通紅，啲花開得好燦爛。伟人鸡汤圆。非常之容易嚟到呢度，只需要搭荃灣線地鐵去到長沙灣 C 出口，就行2分鐘就到達呢度，可以觀賞呢咁美麗嘅辣杜鵑長廊㗎喇。